嘛是在地新闻，后来针对着中央政府明年度的总预算，立法院昨暝是加班，而且来表决，结果是拿白第6届联手过来封杀。不过，民进党的立委吴思瑶抓包着拿白提案，讲这个提案的日期甲年份拢写唔对，竟然还阁过关。上新的消息，行政院长窦英泰明仔载要邀请到立法院朝野党团来协商，时间就定立明仔载下晡的2点。民进党的立委都要学做流氓哦！我拍一下，你在流氓哎，下面可以靠。朝野党团将近2点钟的协商，说是愈冤愈大声。立法院长韩国瑜跳出来做公亲，真无简单签下结果，邀请行政院长窦英泰明仔载进前甲3党团会面，说明总预算案，也毋过刷落来也阁有延长赛。议会开始表决。民进党团提出总预算直接复位，也毋过在野因为人多，再度封杀总预算。那被更加爱行政院对原住民的减罚补偿、公牛收购加健保点数等等提出修正，那无将要继续当护卫的审查。是讲吴思瑶发觉到无对等的所在。同一个案例。国民党，你提案指的是110年的案例，还是100年的案例？连年份都可以写错，就在这一张不超过200个文字里头，你可以发生这种严重的乌龙。会期就要结束，民进党继续施压，替农业财政补助又要打底，也有拿赢铁票。军公告调查派薪水，过年前无法度通过等等来激励，批评总预算那个拖累，大家拢会受到影响。在野党非常想审预算，但是我们在之前，我们几个，比如说包含法定的预算，到底要不要编列，如何编列？说实在，到目前为止，我们没有听到一个很明确、具体的答复。行政院是会讲，会用上大诚意，甲立法院继续沟通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